谢谢。都已经相处这么久了，不用这么客气吧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不是整容失败毁容了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安玲会变成那个样子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整容失败的不是我，是我的哥哥。什么？我会把所有一切都告诉你。在我们很小的时候，我们的父母就去世了。好在他们给我们留下了一笔财产，还有2套房子。我的哥哥，他从小到大的梦想，就是成为可以站在舞台上，让自己的歌声感动所有人的人。但是因为我，他的梦想再也没有办法被实现了。为了完成他的梦想，我告诉他，我说我的梦想就是站在舞台上。于是他就花了所有的时间和钱，在我去韩国学习的事情上。后来我就被选中，成为了 King 组合的一员。在他们的包装下，我们一出道就爆火。你明白我完成哥哥梦想的感觉吗？我不知道。可是安玲，她一定会知道，你是她的骄傲，她为你而高兴。有一段时间我确实挺高兴的，我终于完成了他的梦想。我绞尽脑汁，我想把我拥有的这一切我全都给他还回去。于是我想办法，让 King 组合中另外一个成员自己提出单飞，而我呢，受到组合解散的冲击，我一定会被安排回国。所以，你的方法是告诉安玲，你整容失败，但是因为要赔偿，所以不敢告诉公司，因为前途不能告诉粉丝和媒体。这样一来，能帮你保住事业、瞒天过海的，也就只有安玲了。你也知道，安玲她一定会帮你。等到安玲顶替了你，你的一切也就都属于安玲了。对，我骗了哥哥，我告诉他我偷偷为了星途去整容，却整容失败，无法承担违约，其实是想让他顶替我。我也知道他身边有一群被称为偶像猎手的你们，我调查过你们，我相信你们一定可以让他成为一个好演员，就算唱不了歌，也可以被万众瞩目。之后几天，一切的都按照我的计划在进行着。可是，在我们身边的，怎么会突然变成了你？因为哥哥为了我去整容了。整容？在你们训练哥哥的中途，公司就把他当做了我，私下约见了他，提出让他整容。他们都觉得改变外貌就可以改变一切。哥哥也不想因为自己使我的星途黯淡，但又怕你们发现，所以偷偷去整。不光是面部的整容，他还试着让嗓子恢复。哥哥他受了很大的苦。我一发现哥哥不对劲儿，我就找到了医院。他在不能开口说话的情况下，让我答应他，替他留在你们的身边。这是哥哥要给你的。安玲，安玲，
我想找你谈谈。你别激动，我补过来。小雪，这么晚还不睡，在想什么呢？安林，在想影子他们吧？你放心吧，我不会再离开了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。夏雪，你赶紧让安峰来定个妆。好，我们一定准时到。安峰，该去定妆了。行了行了，我懂你的意思。但是这男1号怎么可能给一个新人去演啊？这可是陆大哥最新的戏啊，所有的人都等着呢。我说的是男2号，原来不就定的我演男2号吗？怎么现在突然变成从韩国回来那小子了？暂时，其实你应该明白的啦。像这么大的戏，没有拍到最后，谁都不可能知道除了主演之外，谁演什么角色。反正吧，我就特别看好这个角色。虽然男2号，但戏特别出彩，肯定会火。所以就凭您监制这个关系，您一定得跟陆大哥好好说一说。别闹啊！这个角色呀，安峰也是很期待啊。再说，这名单上他的名字，我可没打算改。新闻发布会当天，陆大哥可是会按照我给的这张单子宣布演员名单的。林姐，单子归单子，您还是可以再重新做一份的。这拿你没办法。守着你指缝的温暖，不曾察觉世界大到无奈。你悄悄走来，陌生又悲哀，你让我徘徊，心跳的厉害。你说过想要的其实不多，其实最怕一个人的孤单。太阳的光圈哎，你怎么没洗头就进来了？你给我洗。我才不洗头呢。你不就是理发的吗？洗个头怎么了？这多伤皮肤呀！这位姐姐，是你的皮肤重要呢，还是我的时间重要？好吧，好吧，我帮你洗。
躺下吧。你有病吧你！哎呀，这位阿姨，你别激动嘛。我在做造型之前呢，都是要洗干净的。我就是来剪个头发、洗个发的。你以为你谁呀你？老板！老板！老板！哎，美女怎么了？你脑袋进水了吧你？你看你请的什么人？洗个头，把水喷了我一脸。你怎么不听人解释啊？你见过著名画家会在有污渍的画板上进行创作吗？污渍？你说谁污渍的你？你怎么说我污渍呢？哈，老板你看了吧？他拿剪刀威胁我，你个自以为是的。我告诉你，你今天要不把他开除，我就告你们店，让你们店开不下去了。你不爱剪了是吗？我让你剪，我让你干嘛？哼，我叫你剪，你剪啊，你剪啊！开除，你干嘛呢？你又是谁啊？你来干什么？莫阳，你怎么会在这种地方？跟我回去吧。关你什么事儿？我和这位阿姨聊天，聊得正开心呢，你捣什么乱？阿姨，你说我阿姨，你才阿姨呢！你阿姨，你阿姨，全家都阿姨。我这边请，然后我等一下。莫阳，我知道你就是喜欢打造平凡的人，跟我回去吧。安林安峰还等着我们呢。什么安林安峰啊？你不要再跟我提他们两兄弟了，我是不会回去的。你走吧。莫阳，我说了，我死也不会回去。你走吧。你好，欢迎光临，有什么需要服务吗？兄弟，您这是手机，我们是修家电的。让你修就修。两位兄弟，我都跟你们说了，我这是修家电的，这手机修不了，你们去隔壁。让你修就修，你听不懂人话是吧？动手了，我这。你小子是不是活腻了？别！哎！住手！住手！我报警了！站住！影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你走。影子，你怎么可以在这里被他们欺负？我特别愿意被他们欺负，这俩都是我兄弟，他们打我特别开心。影子，我求求你跟我回去吧。安林安峰他们，安林安峰他们关我什么事啊？你们就好好的去处呗，你找我干嘛？影子，我求你，你走吧，你走吧，你走了我们还能做朋友，好吗？走啊！你这新来的是怎么回事啊？你是来窥探别人隐私来了吗？别人是不是正事，关你什么事啊？你把房子卖出去不就好了吗？是不关我什么事，不过我就是看到刚才那男人一脸不情愿的表情，非常的不爽。经理，我来跟你分析一下，他压根就不想给那些女人们买房子，他铁公鸡一个嘛。你别跟我瞎扯，不想干就给我滚蛋！不是吧，经理？我可是我们售楼部这次的销售冠军。你这是在探究别人的隐私。这话严重了，经理。什么叫探究别人的隐私啊？我不过就是知道了他们公司是怎么运作的，赚了多少钱，这些男人外面有多少套房，给了多少个女人住，要买多少套房，就这些啊。你们这些读一些心理小说的人啊，没事就在这瞎推理。你给我出去！我可是在为公司效力啊，经理。滚！飞哥，走啊！你怎么这么看我？能不能别再来打扰我的生活？飞哥，我需要你。我不需要你。飞哥，你为什么宁愿在这里挨骂，也不愿意跟我回去？陌生人背叛我可以，但是你们不行。飞哥。
夏雪，你真是越来越固执了。这8年来，我们大大小小接受过各种各样的委托，但都离不开一个宗旨，那就是帮粉丝逆袭。他绝对不是让粉丝变成偶像，现在已经偏题了，你脱离了我们的宗旨。既然你们都认为我现在的行为跟我们成立俱乐部的行为相悖，那我走。你看看，这边有我们一起创造的一切，你就愿意这么舍去？经理，您喝水。现在我不客气了，我告诉你，我分分钟就弄死你们。就凭你呀、哟，来瞧瞧，拿过来，还这样送啊！嚯！你耍我啊？可能是因为第一次用，还不太熟练。哎，兄弟，你把手扶他肩膀上，扶他肩膀上。你再试一下，别打我脸就行了。最好别耍我。嚯！哥，啊，我说了吧，我分分钟灭了你俩。莫瑶，你还是走吧，我这小庙容不下你这尊大佛，走吧。我来这里就是为了把平凡的人打造的不平凡。我做错什么了？啊，你没错，我错了啊，走吧。我还不稀罕呢，跟你们这群没品位的人在一起，简直就是侮辱我。你。默默守着你指缝的温暖，不曾察觉世界大到无奈。你悄悄走来，陌生又悲哀，你让我徘徊，心跳的厉害。茫茫的人海。
还是擦肩而过，缘分太浅，没想过结局是暗恋，从一开始就已疏远。相遇相见，等你时